大家平安，食饱未？老师你好，老师好，平安。伫泰国是7:10，伫台湾已经8点外吼，拢食饱安尼。今仔日搁要来继续讲，即个上帝是咱的好朋友对无吼？顶礼拜咱讲朋友，毋知影有人有感受到上帝是朋友的即个代志无吼？搁有人食饱未吼？来听的。今仔日要来讲赴汤蹈火的朋友，大家敢有看到咱的后壁？我来互大家看者吼。好，你看，今仔日我看老师的后壁，这是啥物？老师解说一下。这是火焰山啊。哦，火焰山，这台湾的火焰山。火烧过安尼。火烧过，所以等下吼，咱要来讲，迄啥物所在去火烧过对无？说的嘛。遇着大火的时啊，有迄个朋友会冲入去甲你救的迄种啊，迄个朋友就是真正的朋友对无？因为伊毋是消防队员啊，伊个冲入去甲你救吼，毋惊死的迄种，真正是好朋友吼。观众朋友，你若有一种好朋友吼，即种好朋友会当甲阮分享者吼，伊是安那看你诚做好朋友的吼。好，所以咱今仔要继续讲创世纪吼。咱讲前礼拜讲亚伯拉罕有一个上帝做伊的朋友，当朋友的感情。才有一句才有一句圣经在讲，我讲这我国语要这个说华语的耶和华说：“我所要做的事，岂可瞒着亚伯拉罕？”咱要来甲大家考试对吧？这台语要安怎讲？岂可的台语要安怎讲吼？大家当写落来吼。耶和华说：“我所要做的事情吼。”所以耶和华跟上帝，耶和华就是上帝对无吼？上帝跟亚伯拉罕是好朋友哦。因什么无话不说对无？安尼讲，安尼看起来是无话不说哈。你好，这是明辉弟兄、梅秋姐妹，晚上好，老师好。礼拜这坐第一排啊，恁食饱未？有人要讲看卖啊无？岂可瞒着？但是这做歹写吼，这要写台语对无？台语安写，无好写。好来，咱看台语圣经哦。耶和华讲：我所要做的代志，敢通对亚伯拉罕暗藏？敢通岂可就敢通对亚伯拉罕暗藏？是暗藏就是讲看咧无爱互知即句的台语，所以台语用安尼就真顺真好看。伊是要做啥物代志？咱咧想，我就是上帝啦。上帝是要做啥物代志？本来无想要甲亚伯拉罕讲，因为甲亚伯拉罕无关系啊。但后来伊家己咧想，伊家己自言自语来讲，我敢通对我的朋友暗藏即件代志？爱跟朋友讲，无伊是上帝呢吼，伊要做啥事在伊的啊，啥那得个甲人讲对无吼？甲伊的朋友讲，是。然后我就讲所得玛甲俄摩列，化险的声真大，因的罪恶实在重，所以我特别甲这两个城毁灭掉。化险叫一句话台语个化险的声。这个是台语要搁写，这个台语要翻做国语要互大家来约看卖啊，这个华语要安怎讲？华语要安怎讲？化险的声。国语安怎讲？国语安怎讲？这我袂晓，有人会晓的，我明仔寄礼物互你。耶和华讲，真正的是吼，因为伊讲即两个城的什物罪恶，罪恶真重哦。所以要甲即两个城毁灭掉，就是即个代志，伊毋敢甲，
伊无想要甲阿伯拉罕暗砍，是要甲伊讲。伊想要甲即两个城毁灭掉，因为内面有带伊的亲情对无？伊的弟仔，叫做伊的弟仔，罗迪是伊的弟仔，就是伊对对迄个另外一边吼，大河迄边过来加南地。哦，好，袂歹，今仔因拢食饱，所以会当来摇看觅。这是啥物？无当。好，这是拄则迄句诶款哦。这是啥物？呼喊哦，我来师母出来啊。呼喊，伊讲是呼喊，话响诶声，呼喊，话大声对无？毋过台语圣经遮吼讲话响，即个话响吼会当个表示更加徹底。就是讲话响诶意思，就是讲话是话响是对精神啦，就你话羊啊，话牛。话鸡啊，话险就是讲险互走，话互走吼。话险是对，毋是对人咧讲诶啦，是对精神讲，也就是讲迄阵诶人，所多玛俄摩列诶人，咧讲话吼，拢无尊重人啦，无尊重人，所以咧讲话拢真大细声、歹声啥，啊像咧对精神讲话安尼。是，就是讲咱咧。牵牛还是饲画羊啊，对吧？我讲较紧走安尼哦。对，画险就是迄个意思。讲伊毋惊大声哦，是足无尊重人，就是讲罪恶足大。就是黑白话对人无对人当作精神安尼咧使用。你讲。所以呢，罪恶真大啊！我特别甲伊毁灭。真正诶，过去使你看。对，拄有一个人讲哦，上帝嘛是爱伊诶人对无吼？要疼人，伊疼人，伊要甲人毁灭。即个代志有哪会甲讲哦？是，对吼，呼唤吼，所以就是讲其实是精神啊吼，所以好，所以再来呢。阿伯拉罕就要来啊！哦，伊讲咩？一个朋友甲你讲，伊要杀人诶事，你会甲伊讲啥物啊？伊阿伯拉罕就想着讲，伊诶弟仔住伫迄个城内，即城全城拢毁灭，安尼毋好啦，所以伊就惊我来，阿伯拉罕惊我来，我见耶和华讲，好人甲歹人，你敢拢要走灭？伊讲，伊就问上帝讲，好人甲歹人，内底伊想讲伊诶弟仔是好人，是，所以伊就讲，阿伯拉罕就讲，世事城内有50个好人，你敢有缘要走灭迄所在，敢无为着迄城内50个好人来甲因赦免？就咧问上帝来讲，若50个好人，伊想讲，几10万人，几百万人诶，要找50个足简单诶啦，对。凊彩找嘛，50个好人做好找。耶和华讲，我若伫所多玛城内有拄着50个好人，我就为着因的缘故来宽容迄个所在。是。耶和华就答应阿伯拉罕的要求，讲若有50个，安尼我就无要甲毁灭。50个会宽容的。阿伯拉罕想讲，我若减5个，我世事。只有50个，若欠5个，你敢会因为欠5个来走袂全城？然后伊就去问上帝，上帝讲，我伫遐若拄着45个嘛，无要走灭。是。后来阿伯拉罕去出价哦，去开始出讲，若40个咧，上帝照常应准啊，若30个咧，因为这圣经讲。你若甲伊读吼，足趣味诶，但是真重嘛。咱无法度伫遮讲读。伊就40讲落30个，讲若20个，甚至到10个。真正做大胆诶吼！伊敢若咧甲上帝讲话对吧？讨价还价。你敢有即个经验？甲上帝安尼，安尼讲话，敢有？老师敢有即种经验？有诶，只爱甲上帝做好诶人才有法度。系啊，迄可以讨价还价，对啊，爱甲上帝做好诶。
有啊，有当时啊，对无？啊讲啊，我安那安那，啊若准安那安那，啊若准讲无安尼安尼，有当时啊，细汉囡仔是会安尼啊吼。阮着较大汉，较毋敢安尼讲话，对无吼？因为咱较少甲上帝当做朋友，对无？咱拢甲伊。阮底50箍共出价，出讲啊无减5箍会使袂？啊伊讲好袂哩，啊来讲40个，啊伊讲袂哩，啊来讲30箍咧，袂哩，啊讲20箍咧，袂哩，哇！啊来讲我其实敢若10箍尔安尼，啊其实伊连10箍拢无对无？连10箍就。后来连10箍拢无呢。后来最后一句哦，18章32节。是。阿伯拉罕讲。求主毋通受气，吼！伊出价出啊，家己歹势，讲啊，你毋通受气。我甲佮讲一摆，讲世书底下有拄着10个呢，10个呢。啊，结果上帝安怎回答？上帝讲，为着遮个10个缘故，我嘛无要甲因走灭。上帝做好诶，做有耐心诶，对吧？嘛是真正甲伊当做朋友吼。你讲安那拢好，10个啊，毋敢佮讲咧啊！啊，啥物？有人讲安尼甲送伊就好，毋免出毋免钱。上帝当然啦，上帝就要毁灭即两个啥，因为找无好人嘛。啊，找无好人就必须要甲伊消灭掉啊。对啊，嘿啊，对。啊，为什么讲为着罗德来求情呢？咱知影吼，所罗门甲蛾摩列。上帝用硫磺的火甲因烧掉的时阵，有派天使去甲罗德一家人拖出来。毋过罗德一家人呢，抑阁毋信，伊强甲伊拖出来，结果得救的敢若啥？罗德甲因某甲两个查囝，因囝婿拢总无爱，所以两个4个人就出来，天使强逼出来讲：你较紧走，已经落雨啦，你走的是毋通回头。伊讲毋通回头。因为你无时间人回头看，啊，较紧走，结果因某罗德因某回头，所变做盐条。因为死海遐盐条就是罗德的某。哦，这个代志就安尼结束啦。虽然因无10个人，但是上帝知影伊其实想要救即个伊的侄子吼，叫做啥物？是朋友，就是阿伯拉罕要求的，阿伯拉罕要求伊去救罗德，讲啊无，阮的弟仔毋好甲阮小去咯。是，其实圣经无讲，但是咱知影，上帝嘛知影，因为因是好朋友，所以伊知影伊心内面咧想啥物吼，知影讲其实伊是要救即个罗德一家伙仔的人吼，啊伊歹势讲吼，到最后讲甲剩10个已经歹势化解安尼吼。好，所以咱若有即个是第一项代志哦。咱要讲吼，上帝讲咧拄着后来代志。第2项代志哦。必然埃及，就是讲伊毋是入去迦南地以后，啊，无偌久就拄着饥荒，就是讲无落雨，啊，结果草啊就未发，无水，羊啊无水。啊，无草通食，啊，伊就刷去埃及。伊想讲要暂时住踮埃及，吼啊，因为歹生活，啊，伊就讲将近入去埃及的时，伊对伊的某说来讲，我知影你是面貌好看的妇人人。哦，埃及的人看见你的时，要讲即个是伊的某，因要杀死我来留你活的。是，就讲你足水诶，你会用也去做某，啊，毋过我一定会用杀死啦。所以阿伯兰就甲因某讲求你着讲，你是我诶小妹，互我因为你得到平安，我诶性命也对你来得到活。是。哦，啊，因就讲好势啊，因某也体贴因翁诶苦情。就讲实在是爱安尼做较好，若无伊到埃及，啊，伊是一个外来的人，啊，伊带一个查某人遐尼水，啊，伊的性命都无去啊，啊，真正
伊入去埃及的时阵哦，真正有人看着哇，即个福晋人哪会遐水，走去甲法老王讲啦，法老王哦，法老王就讲哇，安尼甲带入带来做某，带来做某，嘿，就甲我带去了，但是因为伊是讲伊是小妹嘛吼，也声明讲阿伯拉罕毋是因翁，是因兄哥嘛，所以就互带去做某啊。但是耶和华的出手哦，替阿伯兰来出手哦。耶和华因为阿伯兰的某撒来的缘故，降大灾祸伫法老甲伊全家。法老王拢破病，因就知影讲这代志毋对啊，当然就甲伊开始就甲伊讲，撒来是人的某，伊就了解，就叫阿伯兰来问讲，你是安怎会骗我？讲迄是恁小妹。然后伊就讲迄个原因你看，当伊甲撒来带入去做某时，阿伯兰算因兄哥呢，所以埃及王法老王就送伊足济牛羊财产，足济礼物互伊，送伊即摆知影讲一定爱行诶，无行诶，因会破病会拢死，所以就甲阿伯兰诶某行阿伯兰。就甲佮送伊一寡物件，佮送伊钱，所以阿伯兰直接得到足济财产。是，后来伊就佮离开啊，离开这上帝有哪是照顾啦，不管阿伯兰安怎对啊，虽然伊照顾阿伯兰，对啊，上帝知影对无吼？伊嘛有去求上帝甲伊救无，但是因好朋友毋免讲，伊就知吼，较紧来甲伊救出来安尼样吼。好，这是第三件代志吼。第二件，即个代志吼，第三件吼，甲第二件相款啦。做成诶呢？伊演共款共款诶代志，佮演一出哦。后来阿伯拉罕，到伊诶某说了就讲，对，因为伊即摆吼，较早咱第一届是入去埃及诶法老王，即阵呢。第二届呢，是因为伊有那人，伊咧迦南地饥荒，就入去伫非利士人诶地，非利士人诶王叫做阿比米勒，这是因诶王诶名。伊就到迄个基拉尼，基拉子，阿比拉罕讲到伊诶某撒拉，就讲是我诶小妹，基拉子王阿比米勒啊，车人从撒拉带去。对。因为有那共款讲，这是阮小妹啦。因为伊太水咧，迄个非利士诶王呢，国王佫是甲带去做某，甲埃及人共款，甲埃及诶国王共款，佫甲带去，所以伊诶某撒拉一定是足水诶。对啊，我要来问咱诶观众朋友呢，迄个恁翁人叫你。甲人讲是因妹妹，你要安尼讲无？来搁去互带去，奇怪，若我去互带去时，我就会抗议啊，对无？就讲其实我甲你骗诶，对无？但是伊迄说来无讲诶，吼，伊点哦，伊迄等上帝甲伊救，还是安怎？是毋是安尼？做好耍诶吼，咱来问迄个有结婚诶人哦。观众朋友来甲咱讲看觅啊！你若是即个煞来，你敢会听阿伯拉罕话？来，你若是阿伯拉罕，你会安怎做吼？若阵你会某足水诶，来你会有性命危险诶时，会安怎会个跟阿伯拉罕共款吗？即个足趣味诶吼。好。所以呢，有一句话我感觉做好耍诶，即华语圣经讲你是死人哦，安尼。没事，民梦中上帝来甲阿比米勒讲，你是该死诶人讲，你是死人哟，你带诶妇人人是人诶某啦。是。因为你所带迄个妇人人是人诶某，才有三字人哦，人有无？妇人人是人诶某。第一个人。第二个读人，第三个读人是人诶某，所以三个人拢无共，无共读法，声无共咯。嘿，
真无共。这是上帝来托梦，互阿碧美是，丽知影讲，伊娶的是人的某，毋是人的小妹。是，阿碧丽呢就将牛、羊、萝卜、卤味，互阿碧来喊，佮将伊的某杀了行伊。对，当然说是自己老婆，即个做勇敢。安尼你就用台视啊？你叫用台视拢不要紧，一定爱保护因某，安尼，安尼袂歹。比阿碧来喊较好啊！安尼上帝一定会足爱甲你做朋友的。无毋对吼，因为即个做公益诚实的人吼。但是我感觉，迄个阿碧来汉，敢会想讲上帝一定会救伊诶？我毋知影，我感觉我若是好朋友吼，我真了解即个好朋友，伊一定会甲我斗相共安尼。但是应该是，毋知影安怎想咱毋免想，咱毋免想遐济啦，无记载的部分。但是你知影后来吼，阿碧来汉是毋是有一个下格？就是撒拉的查干啊，就是伊的女婢下格，就叫伊甲，因为伊袂生囝，就叫下格帮伊生一个。哦，对。迄个是埃及人，可能伫即个所在就送伊，埃及人会送伊一个女婢。哦，对吼，伊送伊一个女，送伊下格，送伊足侪人吼，对伊走。所以讲。上帝吼，你需要的是来帮助你。是。所以圣经新约圣经吼，新约新约约翰福音15章14节，恁若遵守我的命令，恁就是我的朋友。所以咱拢会当做上帝的朋友，毋是干阿碧拉罕。就是讲你看圣经。知影上帝讲的话，伊的要求吼，你着爱敬拜独一的神，毋通敬拜其他的偶像。你着爱甲圣日做礼拜的日，礼拜日就是爱礼拜啦。礼拜日毋是要佚佗日，礼拜日就是礼拜。礼拜休困佚佗。这个遵守上帝的命令，安尼伊就是你的朋友。真正的吼。有人讲啊，有上帝做靠山，真正是做好诶吼。但是毋是做歹代志诶靠山，对无吼？咱是做好代志，咱是做伊诶朋友，真正是知影上帝要咱做啥物诶好朋友吼。所以是做啥物长久诶朋友，没错讲吼，咱做长久吼永远诶朋友吼，较有法度安尼对无吼？所以有一句话。老师讲诶，朋友会当安怎？坦然相对，来无所不谈来讲，逐项话拢会当讲。讲也袂受气，朋友毋对家骂，伊也袂受气。你若会受气，就毋是朋友。是。你若毋敢讲，嘛毋讲，拢毋是朋友。对啊。伊都毋对，毋敢讲。是。我常常听到我的朋友甲我讲：“哎呀，这代志，这细项代志，毋免去麻烦上帝吼。”会感觉讲，这个代志上细项，毋免甲上帝讲安尼。伊的意思应该是讲，细项代志无想要麻烦上帝，甲伊斗相共，还是伊感觉讲，这个上细项上帝袂插伊吼。但是今仔咱看到，阿伯来汉伊为50箍，毋是50个人，讲甲10个人，来搞做人吼，敢若救4个人出来吼。咱会知影上帝伊细项代志伊拢关心对吧？对，上帝逐项拢知，所以咱爱祈祷，祈祷着甲上帝讲话。是，其实伊是拢逐项拢关心的吼。好，所以咱若有上帝做咱的好朋友呢，是真正做好的哦。那袂明白的人，还欢迎你来找附近的教会来熟悉咱这做好的上帝吼，会当甲你做好朋友。来后礼拜一，每礼拜一 AM， 台湾8点10分，泰国7点10分，甲阮空中过来开讲吼。这个节目是台南新教会甲
泰国启蒙基金会吼做伙主持的嘛，欢迎咱的朋友会当甲咱做英文朋友哦，多谢今仔日来跟阮捧场的每一个人好，安尼大家平安，多谢老师，下礼拜再会。